在 Opter One 的嘛，对不对？对 ，Opter One 在左边最下面有4个视窗，它应该会有一个视窗是我这边的画面，对不对？更多线。好 ，OK。谢谢。来金，你拿一条线，然后接那个4G 包。上面那一排接4G 包1对，然后下面那一排接，你要再剪几收，你就插到剪底。好，那你就插到剪目。哎，你再，对，就像正常那个收那个 SNG 的画面，你看看。好，有了哈。OK。哇。是都加的蛋的。我听好。那已经快错了。都加盐。刷子，你刷一道，停车停哇。一场。控制摇条。按住后面那个可以调节往那个。你去他这台北了没？他怎么说没看到？可以看4声音。我了解，麻烦测试一下麦克风的声音热度。我在脑袋麻烦4声音。对。可以开重开这个4个声音的声音。我就听他讲话太小声。对。那你们等一下，他会有帮他拿麦克风吗？对。那你就拿麦克风讲叫我试看看。喂，这样可以吗？要再大声吗？麦克风稍微刷。麦克风对一堆好不好？看那个。因为那个麦克风。对的，麦克风会叫。对，另外一只麦克风对了，再开一个。再开一支吗？开一支麦克风好了。对，这一支没有开。这样。这
这样可以吗？为什么会低呀？啊，包台吗？要不要包台？那个我听到讲。哎，快快快，来来。我都冲倒了哎。喂喂，这样可以吗？可能啊，是他那个，回头了，回头了。哎，更高吗？更高吗？那主要是那个，喂喂，这样可以吗？收得到哈。这样声音够大声吗？可以可以。可以吗？收。谢谢媒体大哥到现场来我们今天是吴小哲说真相求公道的一个记者会哈。那我们待会旁边会有一些咖啡，准备一些咖啡。我这喇叭会不会？是啊，你是内底理解内建的问题。理解家己自己知啊。是两个。伊咧边个啊？哦，对啊，喂。啊，是不是蓝牙？蓝牙有讯号接口。喂。真的哎。是蓝牙的问题吗？讯号没有稳定。喂喂。好。CNN 那边买的啊，CNN那边。让我开吗？管理开很难。要出来了。首先吼，感谢咱所有在座的媒体吼，甲关心的所有人员，佮感谢咱的司法单位，以及咱的警察啦，公家机关伊一直咧共保护，司法单位即马嘛一直咧咱侦办真尽心，真正足感谢你的，感谢咱所有线顶。甲咱这网友一直甲我关心，一直甲我支持。阮今日要来说明一寡
安去敢动敢去用安那去用避害，以及安那用强法，相信讲你若一般你若去听到遮，你绝对无可能去原谅即个人，当讲拍了就煞来讲叫我转来，一定爱去甲我合伙人、我头家、老板、市长甲阿健讲后一个就是换因，要对付因，当讲离啊到压出去，毋是三个人拍尔，拍了煞来搁摕迄个甩棍、飞机棍拢搞乌起来，你看我倒骹是安那骹会遮严重，甲钱拢搁我肚顶重，甚至讲医生讲我遐一定爱搁斗2公的，会不伦，爱搁开刀。你啊看像即安尼，当无伤一个肺炎啊，骹手全部拢断。即马咧创啊会食饭爱人饲，放屎尿爱人用，逐工就是爱有2个人顾伫我边啊。你甲想啊，俺对头到尾，你若有咧看的人，你就知影，我从来无去攻击着伊即个包容心，对头到尾拢是我用攻击的，结果逐项都啥物代志，你就是拢拖对我遮来。我嘛毋知我到底是着恁怎的，恁着做恁的就好啊，阮做阮的。我相信大家拢一定知影讲，恁做代志到底是安怎样，我甲既然我讲好，恁做恁的，阮做阮的，恁着大家拢莫去相较杂，你即摆你搁伤害我了，无要生面煞会抓着了，恁搁抱怨，搁甲我攻击，讲买贵业，搁后壁要搁找我，我甲你讲，即摆警察24点钟，拢一定保护伫我的边啊！我真正真感谢遮个迄个警察机关，一直派遮个迄个警官甲咱遮个同事保伫我的边啊！真感谢咱遮媒体，一直咧甲迄个斗相共。若讲迄个咱遮媒体，有啥物问题，恁尽量问，我绝对会全部拢讲出来。我相信讲遮个迄个被害的经过若讲出来，恁绝对会惊。你当你互伊压出去伫车顶，我着以后讲到骹长尔。我离半中途我有跳车，但是我骹长走袂行，我搁用掠长，掠长伊来骹手，包括迄个目睭，喙拢甲我绑的。甲我早着我根本我着毋知影，衫嘛甲我藏的，当我以后再到位的时拖落来，我着知影讲有歹着甩棍，抹打，搁高尔夫球杆一直动，洪真贤一直叫阿人啊，搁迄个我毋知啥物名，我敢若知迄个因查某囝男朋友，衫一直动到骹长为止，手也长。搁迄乌一个不然要甲我戴咧，而讲到因忝，忝啊，歇困了，搁讲，你啊看，讲2-3点钟了，因走啊，搁叫阿人啊，甲我凝治，上少凝治差不多1点半钟，讲一句，我有应嘛是讲，无应嘛是搁讲，真正上袂当原谅的，就是规支骹，用迄支甩棍，规支甲我乌咧，规支搁甲我乌起来。迄真正一般的人绝对真正挡袂了，无啥。你伫遐，我伫遐，互阿人啊用甲我人真正用要死啊！伊一直要我分哩，一直甲我揪头壳，伫遐硬零支尾啊，伊用过伫遐笑我的骹，看规支骹回流到咧规身躯，伊看着规支骨拢插起来，我毋知伊是惊还是安怎，伊紧走。甲我放伫遐，当我伫遐，上少爱有1点半钟的时间，我要爬出来求救，我嘛无法度，爬无2步我就晕去啊！加载真正的，拄安尼当落水，拄有甲我叫清醒，我搁紧爬出来，拄看到边仔有白色的物件，我看到药芳，人咧饲芳，我无就安怎，我就是爱爬来遐求救，伫遐。人同款搁昏去，到应该差不多1点钟的时间，我有看到救护车咧呼，我紧带下手，因拢无看到我。遐根本你若知影现场的人，恁去到遐来看，根本你着身不见五指，
莫讲警察讲恁人要去遐讲有法度去找遐个所在要安怎出来。人啊，伊到底走安怎去互炸的，我嘛毋知影。黄振贤甲因女朋友，男朋友因查囝的男朋友，因早就一定驶车走啊。若去留伫遐到0点半钟，要走佮讲。即条要叫阿人落去担，我嘛毋知恁三个拍啥要叫一个担。我遮讲的绝对拢是实情，我绝对拢无胡白讲。你车顶甲我讲的，要叫我要去甲恁订清，要订清这乌网证，我是安那甲恁订清，这甲我也无关系。恁讲的即只猫头鹰，讲啥物我 NGP， 我客要甲恁攻击，我根本就毋知恁有卖即只，恁卖偌济我嘛毋知。外口网络咧卖1000-1700，我卖1500块，我到底我挣着啥，我嘛毋知影。你若阁有啥物起价，若想要甲我问的，恁即只用问的就好啊。遮以上我大概先甲恁安尼说明一下，因为遮有一寡案情我无方便公开，感谢恁大家。感谢咱的媒体甲咱遮的司法机关，甲咱遮的大众，真正真感谢伊，感谢伊，谢谢。咱讲你认为的发生的原因是啥物？我根本我嘛毋知我到底是安怎甲伊要来互拍。伊有谣传讲卖一件物件，你卖1500几箍，引起对方的不满。伊而且顶伊有甲我讲，伊有讲着即项，伊第一个讲的是讲乌网床，乌网床这，恁到底恁是卖真诶卖假，我嘛毋知影，即句话嘛毋是我讲的。过来你讲1500块。按外口咧卖，按网络，恁会当去查1600、1700，阮卖1500块，阮哪有啥物毋对？伊尾仔伊讲伊卖2900块，我是咧伫遮咧甲恁拼，我根本我就毋知因是到底卖几。吴先生，请问下，你是在开播的时候被押出去的吧？对不对？对。那他要去找你的时候，你知不知情？离线顶有一个陈阿兰，甲一个金阿兰，伊离线顶拍讲，迄个2位大老板，我们马上要过去了。因到底有真正要来无，我嘛毋知影。所以讲，当初你有看到迄个留言，知影有人要找你，去甲车顶甲知影是迄边遐个人去找你就对啊。无，我嘛毋知伊完全有要来找我，只是因为伊遐咧拍，伊讲。因为阮姐姐，伊讲有要来甲我支援，要甲我斗卖物件，所以我紧敲电，行出去敲电话。我嘛毋知影讲因人已经早就伫外口啊。去到车顶甲知影讲对方拢车顶有几个人，啥物人要找你安尼就对。我是行到门口口，因为伊遐火车甲我炸咧，我伫遐敲电话，我到现场看着3个人，一个来就甲我压呀。伊伫车顶头拢针对你卖即个猫头鹰的介绍的问题，无佮讲其他的迄落代志吗？伊甲我去车顶的是着3个，拢一直甲我木头壳、木外面啊。就无先讲话先木就对。无就一直先拍。拍到，阮有驶一节路，超了到江西啊，我跳车落来。江西哦。跳落来，我倒脚。已经断去啊，走袂行，搁以后伊掠着，搁掠倒去车顶就对。来因他开始咧讲，伊就讲一项，不管我有回无回，伊就是拍。无，伊敢有搁除了讲介绍的问题，敢有搁要求你一寡较，互你感觉莫名其妙的代志？伊就讲我袂当搁开直播，伊讲我若开直播会影响到伊。有要求你关播就对了，就退出直播圈就对了。伊就讲我若搁开伊就是搁要找我。伊讲叫我甲小一人的迄个直播主换间，搁甲我的头家起证啊，讲后一个就是换因啊，叫我无安那爱甲因讲，间较细个。那你们卖的东西都有重复
几乎都有重复吗？还是只是某部分而已？有没有重复我根本不知道，因为我早就被他们锁了，我看不到他们的东西。但是有没有说其他的粉丝有跟你透露一些讯息给你？有时啊是卖了吼，阮有卖了的是伊会讲，伊是过来迄个2980，过来因po文人截图阮，讲啥物阮卖 NG 品，伊就甲因拼着一台迄个猫头鹰。所以说也是有一些资讯是来自粉丝给你的讯息就。对。伊当中是即个阿兰伊有讲，伊讲啥物？因为我顶年老咧的希望缀一万互因，直到因我遮老咧伊要缀一万转来，我毋知影伊啥顶甲我讲啥物，讲无缀一万转来，讲我害伊甲因女朋友分手，失去足侪，我毋知到底是安怎。可以讲一下单车上的过程是怎么样？就直接就打你了吗？对。可以讲一下那个过程。就是从在直播的时候，然后他们到家，可以讲一下。然后要走出去看那个流程，讲一下这个过程。伊讲我要处理伊个敲电话，阮姐姐的时阵，我根本就毋知影来啊。我伫遐咧滑手机，怎啊用边仔就走3个人出来啊。伊个风筝线伊就穿到满的，阿人伫后壁搞迄个压的，直接压去车顶。我迄时我无爱去，我伫遐咧放空。我正脚伊就一直用路包夹。另外一个迄个因查某囝男朋友迄个电脑杀伊。入去车顶的时，伊就先叫因查某囝男朋友先驶车，因两个先伫后壁先跑拍，就一直开始拍。拢无讲啥，就先拍。你们现在伤势最严重的地方是在哪里？左脚。左脚现在状况是怎么样？对，那个桌子我们先把它搬开旁边一点点。麦克风没事。好，那这个这样，对，这行。这拉开。我左脚即马是人拔起来，恁看就知影，这全部拢萎缩。这是甲大地骨，这边也长。这个骨轮是完全拢无骨啦，拢脆鼓鼓啊。所以医生讲，我也爱搁开刀爱整人工的。他这个伤害是怎么造成的？这因从头到尾就是讲用八达迄个甩棍甲迄个高尔夫球杆硬讲，讲了伊一空下迄个较大力，规空拢拔，拢袂就是迄个阿兰迄个陈安妮，伊掠甩棍规支甲我插落肉内底，甲骨乌起来，规支乌起来。恁若去遐当场甲看，涂骹都拢骨甲回去啊。安尼到底车顶拢总有几个人？拢总3个人，但是因赛车的时阵，因有讲，伊讲的即个人应该就是水伯啊。伊有讲人一定掠着啊。敲电话吗？我毋知因用啥物敲，因为我的目睭拢规个拢一定昏暗的啊。上车就暗，也是迄落去你顶头较暗。甲我的迄落送衣无伫车顶，因为我迄时阵跳车了，过后掠两个时，伊就甲我的衫规个拢盖面头，用胶布，迄落目睭喙手甲骹规个拢甲我绑牢了。我根本毋知因甲啥讲话。当下你有接到死亡威胁吗？有。他怎么跟你讲说没有意安怎？你讲下过程。伫车顶的时，伊就讲要提前要开啊。伊讲要用迄落衫甲我盖的，讲花口会铺到规个。去到遐，我伫遐讲到安尼的时阵，迄时我根本看袂到，但是因边仔人，我知影因来摕啥物物件，讲要乌裤仔要甲我戴咧。所以当下你没觉得说自己过不了这一关吗？对。你可以讲一下你那时候心情的讲一下。伊讲因拍了，我嘛毋知因人走啊，因为我尾仔伫遐咧挣脱，目睭用落来是看完全拢无人。我知影我人已经差不多要死啊，但是我用平边啊，因为我一时解喙到，我知影我一定爱先食水。平边啊的草啊，用纸来钱来水。伊遐我知影我有昏去2道，昏去。来搁爬起来的时阵，到上尾到我较好，迄个警察来救我车找着。
在知道对方发生安怎？对方，我是感觉因真正足可恶的，到真我想遮久啊，含一句话实在都无，煞入去普文，你普文甲我攻击个，你看恁今日若换准是恁啊，恁感觉恁会原谅伊咧？就所以是甲伊讨论到底是啥物物件，你当讲讲。伊就普文伫安尼讲一寡不实，讲啥物，阮爸爸、阮姐姐阮囝讲啥物，讲伊甲洗刀车啦，讲甲我以为着买衫买，拢踮遐普文就攻击一寡足歹听，你拢讲的根本就拢毋是实情。有被提到？阮真的一定有提高啊。接下来这样的生活是有受到很大的影响吗？现在目前的状况？根本就像废人，逐工就是按两个人甲你用，食饭爱人饲，放屎尿爱人甲你用啊。那你们接下来还会做一个网络直播销售的一个，还会继续吗？还是？我嘛是会继续。那怎么样去就是防范到时候对手又来做一些动作？因为阮即马有申请保护啊，有迄个警察机关的拢会保护伫阮的边啊。接下来之后还有来呛你吗？透过关系来跟你对象吗？或怎样？事发之后？正是无，因是用普文咧攻击尔，但是当下我迄个下去的是，因为讲我只要我若搁开，就是要来找我。后一个就是要找阿健甲我的头家，叫我一定要甲因讲。你说事后再开直播的话吗？再卖东西的话吗？无，伊讲，反正阮三个就是要找到着。那整个这段受伤的期间，是不是家人给你很大的支持跟鼓励？家人呢？处理的人有到支持无？厝内底的人有就是甲你鼓励啊，甲你做来照顾安尼。厝内底的人。有啊，真就是，阮爸爸，我的女朋友甲我的孙啊，真，我的边就是拢我的女朋友一直甲我的孙啊，逐工无眠无日咧互照顾。因为你敢若看就知影我真正咧要防，敢若要安尼行出去，有时就爱两个人甲你抱啊，无你完全你根本就拢无法度。即马你扛要负责真正，一只骹你敢若疼起来真正生不如死。你敢若看我当初来到遮，我是便伊来，我着爱先煮止疼，来到遮还袂紧食止疼，无你根本就挡袂牢。安尼一直安尼，若无问题，安尼感谢恁大家。目前有很多你的支持者来关心你吗？有。有在跟你脸书上做一个鼓励打气的一个。有。拢阮嘛真感谢阮山顶的网友阮的粉丝团，所有已经按遮支持咱的，真正真关心阮。我搁再一遍甲恁讲，阮目前就是讲无要募款。阮以阮家己直播台卖物件，阮家己趁，阮来到遮以后的。有预计什么时候要付出开始卖东西吗？看真安尼应该目前搁无法度，但是阮的团队甲阮会来运作。就先别的同仁先帮忙做直播的部分嘛。对，因为阮团队还佫有人的，所以有法度会佫继续运作。以前都有讲你这详细偌久会好？即支卡伊是甲我讲，可能半年，佫拢完全无法度，伊佫到月不能可能爱超1年，看我都行路无，但是以后恢复嘛是会歹卡，算无法度像以前安尼啊，所以讲叫我爱有心理准备。可以问一下那个吗？那个，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家里是什么时候知道他出事情，然后怎么出去寻找那个的过程？你处理当时去接到通知讲，伊去用拔出去。那是线上的那个网大，他们家讲说他被抓出去了。对。然后当下你们家里是怎么去处理他的事情？就是说突然被带走，报警。对。然后就警察就赶快已经在找他了。嗯哼。对。然后
整个就是有动员起来就对了。对对对，全部家里的人就全部一直广大，然后我们老板这边啊，跟家人这边就是一直在联络，警察都一直在找人。那但是你们看到他现场看到他的状况的时候，你们当下的反应是怎么样？很伤心啊。所以说，就是看到那个画面真的很痛苦，全部都是血。全部都是血。对。整个家属都到吗？还是只有某部分的人过去？家属都有到，就是他救护车送到医院，就全部都有到。全部都有到。对对对。OK。他选这个你是哲哥的女朋友。那个再问一下，能不能叙述一下？他说，你说他用甩棍刺你哪里？他虐待你？用我的左脚的那个这粒托起来这粒。左脚右脚。左脚。因为伊这粒是托起来，迄粒完全拢就是那个足踝、脚踝的那一块。伊粒规粒拢吹鼓鼓啊，因硬讲甲迄粒规个拢喙啊，遐已经拢裂啊，裂啊，伊搁摕迄甩棍规支插咧。搁你甲我讲会疼咧，会疼咧。即摆来，我甲因讲会疼，伊搁大力搁甲我叫起来，因为我知影伊甲我叫一个骨劈一个，我知影有物件跳起来。所以你这个人救的人叫什么名？陈南林，阿人啊。所以你那个骨头就医后，医生说那个怎么样？医生讲我这迄个倒骹伊遐伤了伤严重去啊！伊讲我遐一般的问题是还佫无遐严重，伊讲我遐是规个拢是无拢完全无法讲了。就对了。那个后续的治疗有可以复原吗？复原，伊即支骹是伊有叫我做好心理准备，因为伊嘛毋敢甲伊讲想迄落啊，但是伊有甲我讲，即支骹可能较无较乐观啊。有讲伊的费用安尼，伊几久要？伊句哦，伊之前去的时，就包讲可能爱200万的啊。100多万。因为阮到目前，阮正卡都已经开70几万啊。没办法几步吗？没办法健保几步？无，因为伊迄落内底加的物件，甲开刀的拢用自费的。伊讲你这若用健保的，伊的物件可能较无较好。目前经费上有问题吗？当然，因为伊这较庞大，阮可能就是爱较几买物件，来讲咧我遮的医疗费。因为我后壁你即摆爱搁开刀，你搁有这费用，可能我嘛毋知影未支出到底偌济钱。伊就讲我爱搁请律师，牵伊拍官司。这官司这按别甲伊拍嘛是拢爱一寡钱遮。不好意思，您是他的女朋友嘛？你可以讲一下你当时候的感觉是很难过吗？还是？超级难过的，看到他那个在医院，整个眼泪都滴下来了。对啊。安尼有时我搁问一个问题，你拄仔有讲到讲，伊伫车顶，你若搁开播要摕钱来处理掉。但是你伫当场伫车顶，有感觉他有拿枪出来跟你威胁，还是我听到这样子？伊甲我气的是我讲着老话，我有感觉伊这较想要摕枪的枪托甲我讲的。铁器敲你就对了，有那个感觉就对了。但是没有让你感觉到有真正枪支的一个声音在现场。有听到迄声，但是我无确定。拉扳机的声音吗？是拢实情吼，我无跟伊讲，无影，我搁甲讲有影。所以没看到枪啊？无看到，有听到像咧上膛的声。拉枪机的声音嘛，哈，跳跳的声音出来。谢谢。父母有来吗？他父母有过来？没有。阮厝的人就，安尼感觉有迄个发生。那就让他休息。安尼无爱今日先回到遮，因为我脚冻袂遐久。要问那两个人的名字，那个。哈？虐待你的那两个人，一个
个阿郎啊，他是到一个叫洪真贤，啊一个叫陈南宁。他们跟包木星什么关系？一开始是因为洪真贤，我甲伊20几年的朋友，啊一开始是伊叫我去遐斗相共，我是无趁钱，无趁着无趁业，以朋友的身份去遐斗相共。即代甲炒甲红起来的时阵，有人去啊。我要离开伊即马，因为我是迄代因咧讲的人气王，是人气上广的，所以我要离开要整领部的时阵，是惊讲我家己开一代会影响到伊，所以伊逐项伊就是甲我饲到死。所以这次纠纷跟这个也有关系。伊一开始我离开的时，伊就开始一直攻击我，无甲一天无的。甚至讲，我领务做领务，我趁的卖200要13升，一升趁200，全部嘛拢互因。我嘛要甲因讲的，因顶悬有讲着一点，讲啥物，伊叫我离遐咧甲因卖物件，讲啥物讲金额，是我要卖互悬。我咧讲你金额要卖互悬，甲我嘛无关系，趁的你嘛毋是卖互我，而且你讲要卖偌济，我嘛毋知影。你若要安尼讲。是安那我离开啊，恁感觉佫卖较悬，阮咧卖佫无卖较悬，那3个虐待你的人，后来都屏东的警察都抓到了。因一开始是无承认啊，是因讨论拢无承认嘛，到尾因拢掠着，因较承认的。所以3个都交保了。拢直接收啊。3个都收押了。安尼，你着感谢咱今日的媒体感谢恁的辛苦，安尼不然今日就先开到遮，感谢恁。谢谢。因为我即摆爱用保护，所以我袂当公开。谢谢大家的关心啊！谢谢大家，谢谢。